台湾拍戏最困扰的就是小朋友啦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帮我拿。临时演员啦，还有动物，还有一个很会故障的、很难排入档的卡车。这茶比我还要老，然后呢，车上又带了很多演员，其实是怕安全的问题啦。然后路又很小条，产业道路因为这个高低落差太大，他那个卡车等一下转过去的时候，车上很多人，怕危险啊。但是还好安全过关。金葱腰的黑，安全就好